各位 Patreon 嘅朋友，早晨啊！今日就英倫銀行同瑞士央行同埋土耳其央行分別都議咗息啦。咁英倫銀行咧就個加息嘅幅度係加咗50點子喎，而家加到5厘息咯，亦都係連續13次嘅加息。咁仲話咧係會更多嘅加息會出現。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從市場預期咧係有好大出入，因為英倫銀行咧一路咧市場係預期佢今次只係加25點子嘅啫。咁而家咧佢嘅利率咧已經升到5厘，即係同美國咧係已經差不多咯。咁就點算咧？咁係咪英鎊大升咧？咁英國嗰啲債券又係咪大跌咧？咁我哋最重要睇就係英國嘅10年嘅 gilt 同埋2年嘅 gilt 同埋3個月嘅 gilt 係有咩變化咧？美元指數有咩變化咧？哇，好多嘢發生喎！英倫銀行加50點子係震驚市場，係亦都超出市場嘅預期嘅。咁不如就講講整個嘅情況先吓。好啦，呢個加幅咧就比市場預期25點子係高嘅，亦都同聯邦儲備局嘅政策係好大嘅分別。聯邦儲備局嘅6月份就係決定係唔加息，咁反而英倫銀行咧就加咗50點子，咁佢就話唔可以再等啦，亦都唔需要話等多啲 data， 因為英國嘅通脹實在太高。咁其實咧我自己都估計咧係25、50係好大機會啦，因為英國嘅通脹咧係十分之高，係高過央行嘅預期嘅，亦都係連續13次嘅加息啦。大家記得2021年12月嗰陣時咧，英國嘅利率都係接近0嘅，咁而家已經去到5% 啦，亦都係2008年以來最高㗎。咁我而家就俾幅圖你睇㗎。UK interest rate 大家睇一睇你就知噶啦。嗱，好易睇嘅啫，咁大家去睇一睇啦。英國嘅利率而家係點咧？係去到5厘咯。如果你睇翻10年咧，我從來未試過啦。呢度咁睇咧，你睇呢度係由2021年12月一路加咗13次息。咁你再睇25年嘅圖啦。而家呢個圖話俾你聽，已經去翻2008年嘅水平嘅咯。咁如果你話撇除2008年打後咧，英國嘅利率咧，其實如果你話睇以往其實5厘係個 bottom 嚟嘅。所以而家我哋只不過去翻2008年之前英倫銀行或者英國嘅利率嘅底部啫。英國嘅利率咧，2008年咧係由5厘大約去到15厘左右嘅。呢個係平均咧，你話係10厘息嘅英國其實利率，由1960年打後去到2008年，平均利率咧係接近10厘息，所以而家咧你話英國加息咧係絕對仲有大把水位去加嘅。好啦，咁英倫銀行雖然加咗0.5，但係再警告市場，佢就話。佢唔係話你存款利率係會繼續上升，佢係話你嘅借貸利率咧係會繼續上升，即係 focus 就唔係你存款得唔得益，係話俾市場聽，喂，你哋借貸成本好高昂啦，你哋唔好搞咁多嘢，你哋唔好再做咁多資產嘅投資，唔該你哋有錢就擺銀行收息算啦，唔好再做投資，唔好再出去使錢，最緊要就係將個經濟活力減慢公司亦都唔好投資咁多啦，因為你再係投資咁多嘅話咧，人工係落唔到嘅。好啦，英國而家係處於係幾乎歷史中最壞嘅嗰個 inflation rate。好，究竟係幾勁咧？仲係8.1嘅，英國嘅通脹係8.1%、8.7% 嘅。咁你再睇一睇啦，8.7%呢個就係6月21號出嘅數據嚟嘅，比起市場預期嘅8.4、8.5仲係高咗好多喎。咁 month on month 咧係升咗0.7，
previous 係 1.2 個呢個 month on month。如果你睇 month on month 嘅話咧，喂呢個係處於咧呢一年嘅大約係高位咁接近嘅咯。嗱，你睇下成日都係 1.1、0.8、1.2、0.7。如果你咁樣用複式咁上去咧，佢呢個通脹係超過8厘息嘅喎。即係如果你用 month on month 啊，即係 0.7% 一個月咁去，如果你複式咁去，純粹用 0.7 嚟計一年咧，係接近8厘至一定過8厘㗎啦，係9厘幾息嘅喎。即係複式計用 month on month 0.7% 12個月咧，就係接近9厘息嘅喎。即係9厘嘅通脹喎。咁你再睇佢呢個 core inflation， 亦都係高過上一個月嘅7厘1係高過6厘8。嗱，佢個核心通脹咧係呢12個月嚟以來最高嘅喎。啊，咁你再睇睇啦，佢呢個核心通脹係完全冇跡象緩和，仲係衝緊上去喎。咁你再睇啦，係25年嘅高位。亦都佢有記錄咧，都係去到1980年度嘅啫，1990年度啫。呢個核心通脹係好高、好高、好高，係呢幾十年嘅高位嚟㗎啦。咁變咗咧，如果你咁睇嘅話咧，係冇可能咧英國咧係打到通脹嘅喎。咁你再睇 core inflation month on month 咧，亦都係 0.8、1.3、0.5、1.2。如果你咁去咧，複式咁由呢度咁，即係譬如由呢度開始咁樣一路抽上去咧，你哋講緊係成10厘嘅通脹嚟嘅咯喎。你 core 呢個係 core 核心通脹嘛，所以係好大鑊。英國咧而家就係話咧喺Group of Seven 啊，即係Group of Seven 呢7個國家之中咧係咧最壞嘅通脹嘅一個國家嚟嘅，所以佢哋加息加得最勁嘅。咁佢而家利率已經去到5厘，同美國係平排嘅咯喎。好啦，咁而家就係話咧，以年計嘅 CPI 咧就增長8厘1喺5月，亦都係4倍 BOE 嘅預測，即係2厘啦，2厘佢 target rate 嘛。咁比較美國嘅通脹率 CPI 就4嘅啫喎，咁佢係8厘7喎。咁而家就係話咧呢個咁樣嘅美國同英國不同嘅情況喺呢個通脹嗰度咧，係所以英國嘅態度同美國係完全係採取唔同嘅，因為太大分別啦，所以就唔可以跟隨聯邦儲備局係停止加息嘅。咁我哋咧睇到咧，不但止呢個 headline CPI 係落得唔夠多，連佢個 core 都係升得好勁，同埋個 services 即係呢個服務性行業嘅通脹咧，亦都同埋佢個薪酬方面嘅通脹都係繼續急升嘅。大家最知道核心通脹係最重要，核心通脹咧裏邊咧佢嗰個咧servicing同 wages 咧係繼續係加倍咁上升嘅嚇。咁呢個咧英倫銀行已經開始接受咧呢一個咁嘅 servicing同埋 wages 已經係。呢個基本上係 entrenched， 即係揾種植咗喺佢嗰個經濟體系度啦。即係呢個變咗係一個結構性嘅通脹，純粹係 servicing 同埋 wages 咧係結構性嘅通脹啦。咁而家就係話咧，令到英倫銀行啦係會做更多更積極嘅加息行動嚇。咁 BOE 咧 Governor Andrew Bailey 咧就講咧，佢話通脹咧係仍然係太高，我哋一定要搞嘅呢個嘢。我睇唔到我哋而家呢個利率係可以回落或者減慢呢個速度嘅。咁就我只係睇到咧，我哋如果而家唔快啲加息嘅話，遲啲我哋係仲會落後好多。咁大家好明顯睇到咧，喺英國嘅通脹咧，其實咧就落後咗整個佢哋加息個幅度係落後咗咧整個咧佢哋打通脹嗰個情況㗎。即係爭好遠啊！大家要明白咧，佢哋而家唔係爭少少，係爭好遠。大家睇一睇咧，佢嘅 inflation 咧係一路咁樣去升，不但止最弊就係呢個 core inflation rate 係落唔到啊！呢個 core inflation UK 嘅 core inflation 係落唔到啊！咁佢話我哋如果而家唔加咧，
就遲啲加重，係太遲啦。咁佢就話啦，我哋再不如睇一睇啦，我哋點投票法啦。咁就冇佢整個委員會咧，就冇一個人係投票加25點子嘅。有7個會員咧就支持呢一個0.5嘅加幅，有2個咧就話唔變。佢9個委員會之中有7個話要加50，2個話唔變嘅吓。咁再睇下pound啦 ，UK pound 係點咧？嗱，不如再去睇睇啊。英鎊咁有冇急升咧？嗱，英鎊單日咧仲跌添啊，跌0.18%，完全冇受到呢個消息係有上升嘅情況喎。咁但係其實咧，你睇英鎊咧，其實由舊年咧呢個9月27號由 1.07 咧一路已經升到 1.7， 升咗好多啦。咁啊再睇睇呢個禮拜嘅表現咧，其實咧就由高位啊，由1月10號高位 1.28 咧一路係咁回落。咁琴日咧反而仲跌嘅。嗱，你睇睇呢度咧，佢由高位 1.279 咧落到最低嗰陣時咧就 1.272， 而家 1.276， 即係冇受呢個消息係影響咧，係抽升嘅呢個對美元。咁你話如果英鎊我又睇下英鎊嗱，英鎊嘅 GBP 對 Euro 啊，對 Euro 嗱 Euro 對 GBP 有冇咩變化咧？嗱，歐羅嗱，歐羅對英鎊咧嗱，呢個就係歐羅對英鎊喎。咁如果咁跌落嚟咧，即係歐羅對少咗英鎊。咁呢個咧就其實咧以一個禮拜嘅圖咧，歐羅而家咧本來係對 0.86 英鎊嘅最高嘅，呢度係大約係 0.8， 呢度最高係啦 0.86 英鎊，而家對得歐羅係對少咗英鎊，係即係英鎊係上升嘅而家。英鎊對歐羅係上升嘅而家，咁即係英倫銀行加50點子，對美元就下跌，對歐羅就上升。大家明唔明情況啊？咁如果咁講法咧 ，DXY 咧，所以有個情況就係咧，美元指數就上升啦，琴日升到 0.33， 因為歐羅嘅下跌同埋英鎊嘅下跌，而歐羅下跌嘅幅度咧亦都高過英鎊嘅下跌幅度，即係話英鎊今次加息50點咧，係打擊歐羅咧多過打擊美元嘅。咁另外日元咧亦都大跌到143啦，接近佢上次10月呢個146咧，舊年10月呢個日本央行咧嗰陣時咧就見到日元係大跌嘅，舊年就喺大約呢度啦，146左右咧。係啦，呢度啦，146左右咧，佢哋就係用口頭干預市場嘅，咁一路干預到咧去到150呢度咧，就開始咧入市干預啦。咁後尾打翻日元落嚟嘅。咁而家睇一睇咧，日本央行幾時又開出口術啦嚇？咁而家就係話咧，有9個委員會咧，7個話加50，2個就話唔加。咁咧而家咧英鎊咧處於一個情況咧，就係咧偏弱啦對美元，因為咧。最主要就係你美元咧，其實已經進入下一個加息週期，而英鎊雖然係加息今次大咗，但係你消息已經出咗啦，而家就等待美元會唔會因為英鎊嘅加50點子，令到7月唔係加25點子，係加50點子，因為而家越嚟越睇到咧，美國方面咧同埋G7嘅國家。所有國家而家進入下一個加息週期，不但止要加25點子，可能要增加去到50點子啦。咁就而家咧就係話咧，我哋睇到咧，英倫銀行 Andrew Bailey 咧係俾人打到七彩嘅，因為咧呢個通脹係打到佢遍體鱗傷嘅。咁佢就話咧，我完全睇唔到喺通脹方面有個消息咧係有任何有好消息方面出面。咁就咧，我哋只睇到呢個壓力係十分之強大，呢個通脹壓力。咁我哋只係覺得咧，我哋咧係會有更加多緊縮政策，係要繼續落去嘅。好啦，所以英鎊係會繼續加息。好啦，我哋講到呢度休息落，好多謝。